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的新历5月初3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的疫情。原本大家是拢希望看是毋是有法度连续7天拢莫有确诊个案，不过就伫咧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新增加3个人确诊致病，拢是对境外带病入境的人。即阵台湾计共有432个人确诊啊，但为着防止境外带病入境的人甲病毒炸入来台湾，指挥中心宣布，对明仔5月初4饭店开始，对国外返来的人，只要厝内底有4大人、幼囡仔或者是慢性病患者，就拢爱住防疫的旅馆，照期间甲防疫的工作做好，若无上最罚15万。过来挑战第7天零确诊无成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新增3例武汉肺炎境外异地确诊病例，总计过来确诊人数增加到432例。今天整体没有办法说再加一个0，我们当然觉得有一点失望了哈。不过刚才讲过，这种境外的移入这算是我们就必然要承担的风险。按疏散方式，2月22日，一个人前往澳洲旅游，后来各位澳洲到日本4月初9出现发烧、烧定症状，4月30返来时伫机场检疫通报确诊。按疏散1、疏散2，2个人是翁仔某。2月11日前往塞内加尔工作，4月26，2个人陆续出现规身骨真忝、烧定症状。5月初1返来时阵，伫机场检疫通报才确诊。同行的还有2位小孩。那因为2位小孩本来是他们一起的亲密的接触者，所以也就采检。那2位都是阴性。为了全面防止境外移入，指挥中心也宣布，自5月初4晚间起，所有海外入境民众，除了登机前爱写入境健康证明书，那住共厝内人有65岁以上的长者、6岁以下幼童、慢性病病人，也是无个人专用房间，包含疫情设备，入境了后，拢总需要住防疫旅馆。最高我们是可以罚15万，那我们从5月10号0时起，那全部从海外返国起都要遵照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办理。另外，外界关注的海军潘石南队官兵初3环境都要解除隔离，但是中强调，这个案较特殊，但隔离基本14天都会搁采检1摆，那全部阴性就放人，那无就会加留1天。佮将阴性的人解除隔离，希望将所有可能性降到上低，有一个完美的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的病例，即马已经超过340万例啊，死亡人数超过24万。咱这回来看上新的统计。即阵伫咧中国的病例有8万2000多例，台湾昨增加3个确诊个案，即阵计共有432例。香港有1039例，伫咧日本有14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美国即阵是全世界病例数，抑佫有死亡人数上介多的国家，即阵确诊的已经超过115万例。巴西超过9万，欧洲的意大利超过20万，西班牙超过24万，德国超过16万4千例，英国18万例，但伫咧伊朗即阵超过9万6千多例。台湾即阵当伫咧休劳动节，但日本甲南韩当伫咧休黄金周的假期。南韩因为连续4天确诊的人拢无超过10个，所以有真侪民众是拢欢头喜面，要去济州岛佚佗。但伫咧日本情形拄好倒变，因为疫情无转好，日本的街路是拢零零清清，一个人影都无。安倍晋三拍算明仔要公布是毋是要延后紧急事态的宣言。日本当伫咧9天黄金周的连假，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所在拢无像早前遐尔闹热，变甲零零清清。釣りが好きなんで釣り行ったりとかしてますけど、今はとてもそんな状況じゃないので、はい。日本境内因为武汉肺炎确诊死亡的人数，伫咧初2超过500例，确诊的人数嘛超过15000人。遐若5月初6紧急事态宣言就要到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经过专家的建议，考虑甲期限延长1个月，初4就会做出正式的决定，而且来公布。最終的には各地域の感染状況、また最新のデータを専門家の皆様に十分にご検討をいただいた上でご意見を伺い、5月の4日に決定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南韩目前已经连续4天本土无人感染。境外移入的感染嘛，维持伫咧10个人以下。4月30到5月初5，同款是黄金周的假期。首尔金浦机场伫咧连假的前一天，已经接待万外的旅客。咱若济州岛伫咧假期的期间，按算会有18万的国内游客起佚佗。官方也是呼吁民众爱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甲爱挂喙罨。真欢喜替顺天林培工厂完工剪彩，已经20天无出现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用笑容拍破外界各种的传言，为北韩脱逃的支撑号，也就是南韩未来的党议员。原本讲99%确定金正恩已经死亡，上紧伫咧这礼拜就会公布相关的消息。即马这个疫情嘛，知影毋是真的，目前支撑号也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写什么大代志？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看报纸。咱先来看《澎湖日报》，全世界棒球比赛即阵中华职棒有在拍，昨6天桃园对着中信兄弟。虽然讲受疫情影响，球场拢无开放予观众入来参观，不过朱玉宪的表现是众人娱乐。这季伊出赛12场，共出9位红不让。比赛之前，伊也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分享伊准备这场比赛的过程。咱来看《联合报》。台湾昨增加3个确诊个案，因拢是捌去国外旅游的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对明仔5月初4开始，所有只要是对海外入境的民众，一定爱先通报，准讲无符合店厝检疫的条件，就爱住伫咧防疫旅馆。咱来看《自由时报》。疾管署和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合作，针对国内近100个确诊个案，也有捌学院接触过的人做后手的追踪，发现确诊的人伫咧发病的前2天，也有发病了后的1礼拜，病毒传染的力头上阶段。达一个研究的成果，即阵也看伫咧美国的医学期刊内底。即阵为着要挽救克服疫情算长甲渐严重的经济，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昨视察1988纾困振兴客服中心，对最近劳动基金第一季了4712亿，创下历史以来了上多的纪录。不过苏贞昌表示，这只是一时受到疫情的冲击，去年赚4000多亿。伊讲政府会担起这个重担，这条钱全部会由政府来出，请劳工朋友安心。客服人员接到一通又一通的电话，这是1988纾困振兴专线客服中心，拢总有100多位客服人员，平均每天爱接3000多通电话。电话迄边每一位拢是受到疫情冲击、面临经济困境的人寻求协助。拜六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率领行政团队视察，也向客服人员深深一鞠躬。因为有你们，这个大家会更有信心，所以我鞠躬尽瘁，谢谢你。防疫已经进入到纾困的阶段，那纾困的阶段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能够提供综合资讯跟一站式的服务的一个专线。因为纾困电话接袂离，最近佫传出有客户伤忝，苏贞昌答应一定会补助人力，也强调前几天零确诊，台湾守住防疫第1阶段速度来准备进入纾困振兴阶段，也感谢这阵无病影响。客服人员来自各种的背景，有的家己也是需要纾困的对象，其中一名需要靠轮椅行动的身障者纪先生，但令客户特别感慨。因为我曾经也是需要人家帮助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的对于来电的人，我觉得我尽可能的尽量去帮助他们，所以就觉得于永荣也可以从事这个，可以承接这个方案。最近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第一季投资收益达了新台币4712亿，突破历史新高。苏贞昌认为，这是一时受到疫情的冲击，去年大赚4000多亿，政府会负起支付责任保护劳工。记者综合报道。5一连假最后一天，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头是热扑扑，温度会超过30度，提醒乡亲日头真炎，爱加啉寡水。咱做伙来看云图。今日各地头拢是侪云好天，只有东半部沿海地区有低阵雨。台湾今日各地上热时，温度会超过30度。南部挂近山区的所在有机会超过36度。当日头赤呀呀，全台湾紫外线真强，尤其是伫咧花莲、台东也有偏乌，紫外线来到危险的层级。提醒乡亲出门的时阵爱加套一领薄薄的衫，唔好去晒到，也会记得加啉寡水。
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顶个月，敦睦舰队逼出官兵烧话，台中就有3个确诊个案，其中案例第396，伊是一个搬石南的实习生。伊伫咧4月16，因为身体有各样，去清水一间诊所看病，医生是赶紧甲伊转去病院。迄一天，伊就确诊啊，有通报予国防部，展开调回舰队的官兵。毋过即阵即间诊所的医生也个护理师也配合停业2礼拜，伊也拢照规定踮厝隔离。伊就是在台中清水开业的4周的耳鼻喉科医师，隔离14天了后，重新回来工作看病人。无同的是，诊所外口看到各界表达感谢回馈，因为医师真小心，才头一个发现海军敦睦舰队互相烧话感染的疫情。他告诉我说，我从帛琉回来已经1个多月了。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帛琉事实上是0确诊。那我们也查了艾希卡，确实也看不到资料，就稍微描述一下，他好像闻不太到味道。就是这个关键症状，互周医师唔敢忽视，赶紧来启动通报机制。根据台中市疫情调查，确诊的搬石南官兵对帛琉转来了后，顶个月15到这间诊所看医生，也毋唔敢讲家己就是军南的官兵，17个再来看医生。虽然健保卡顶面无注记，不过周医师对症状来研判，敢若就是武汉肺炎症状，转介采验了后呈现阳性，也互台中市府卫生局及时通报国防部加 CDC。一般正常的程序的话，17号做筛检，18号上机化验。19号才可能会有结果，会有2天以上的一个差距，所以当机立断，17号就马上化验。因为根据一般流程，要加经过2天检体才送到病院。因为快速通报缩短中间的流程，及时避免确诊者扩大活动范围。而周医师讲，面对第一线压力虽然未少，不过也尽力守掉防疫的头一关。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台铁的警察去互人攻击，全不幸过身的这案，嫌犯是以50万块交保。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发回家己地方法院重新裁定，结果也是以50万块予伊交保，只有增加嫌犯住院治疗8项条件。检调单位昨是搁再提出控告，但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质疑，讲这种重大的刑事案，若是只以一个医师的裁定、一个鉴定来做裁定的标准，安尼敢有妥当？去年7月，铁路警察李成汉伫火车顶阻止洗地查某人，互毒死，一审判无罪，引起社会舆论议论。该庭法院如令洗地查某人以50万交保，家己地检署随提控告，也毋过家己地院重新裁定了后维持原判，只是增加定期就诊吃药、医师评估、监视、随住院治疗等8项条件。检方提出控告。最重要的症结点还是在审酌郑姓被告他的精神状态是不是符合刑法第19条第1项，所以我们决定马上那个研提抗告书。家属艰苦困不起，对嫌犯可能定刑自由表示无法度接受，并且希望洗地查甫人的精神鉴定袂当单凭一个医师来判定。性感敢若一个医生尔吗？讲较侪鉴定，对无？你嘛爱互，毋是讲干阮心服，你嘛爱互社会大众心服。当时假日控告了后，家己地院也未做出新的裁定。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对判决结果表示失望。这起重大刑案，敢是一个医师的鉴定都有够啊？犯罪者他是因为故意或过失没有治疗，那这个故意或过失是不是也有责任？这摆负责精神鉴定的医师受到社会大众的批评，也因为不是伫教学病院任职，专业受到质疑，心情非常的沉重。我觉得他侮辱我的专业，你觉得应该有参考多方意见，你可以去安排其他家医院做鉴定。卫福部长陈时中防疫记者会了后，也被追问对这个案件的看法，伊认为制度上爱改变，出代志了后爱做及时的补救。医疗体系介入，企图对精神障碍者的污名化，形成毁损权临时互相对立。记者综合报道。打这案被告伫咧1审的时是去判无罪。小灯泡的妈妈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发声明，认为安尼行为根本无适当，也讲行政部会唔好提责任。
但是宣判过后的这几天，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包括说总统啊，或是各部会的长官们，其实都会对个案提出了评论。我们觉得，在这个尚未确定的司法个案中，这样子的做法或是言论，其实是非常不宜的，而且会同时激起了大家把矛头指向司法部门。但我们别忘了，其实相关的各行政部会也应该担起他们应该要有的责任。王婉如表示讲，各部会应该爱对制度这个层面去检讨，包括警察的人力装备是毋是有十全，行政院也爱重视心理卫生的政策和精神疾病防治照护这部分的预算，希望行政部门爱赶紧建立社会安全网，爱担责任，才有好达到阻止类似的悲剧搁再发生。过来，咱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投票的这案，6月初6就要举行投票啊。昨执行演练，罢免韩国瑜的团体伫咧现场向中选会主任李进勇来陈情，希望讲即摆投开票数爱比照市长选举的时阵爱设1833个。李进勇是表示认同，不过高雄市选委会主委陈雄文是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投票数即阵只有900多个，敢若开一半。很出席，也搁伫咧协调。现在啊，选委会那边希望还是维持1823个，到时要怎么看呢？面对外嘅问题，身为高雄市副市长也是选举委员会主委陈雄文选择唔回应。要撞到，小心哦。 6月初6将针对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进行投票，同时针对疫情来做演练，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喷消毒水，演练非常的顺利。 工作人员要以酒精擦拭桌椅。问题卡伫场地，有部分好好考虑到投票民众会造成病毒摊开，无怀疑借场地。今年呢，因为跟学校界啊，还有跟一些这个民间团体界啊，都有碰到一些困难了。大概估计是要有900多个学校那么来设开票所，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借到的大概只有 1半左右。107年，你去倒遐等选举票，今年109年，你就去倒遐，共迄个所在去等这张罢免票，这个是要有选民里边以民为尊。演习过了后，中央电风接落来开会上议了后，达成共识，拍票达成1823个投开票所，5月11公布投开票所的地点，要达成投票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 即阵咱台湾的疫情看起来有转好啊！对5月份开始，政府有放令民众去登记照顾机构拜访亲人的条件。总共要去拜访，除了爱提早向机构约时间，爱徛名，住伫咧机构的人，逐工只会当接受100个拜访，共一个时间，共一个拜访的地点，这拜访的人只会当有一组，而且逐组加3个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拢爱挂喙罨。 等一个月尾，总算会当搁行入去长照机构看因的是大人，对家属来讲真欢喜，因为唔免搁为手机内底看影片还是相片，了解是大人的生活，是会当搁亲身协助照顾，尽人的好心。政府说可以来访客了，当然是我们很乐意啦。 可是你会觉得要预约，会不会觉得麻烦？还好啦，它也是一直控管的办法嘛。进前为着防范武汉肺炎疫情，长照机构禁止家属探访，因敢若会当伫门口口。即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条件开放，为5月开始会当先约实地去看，但是限制身体无爽快的人入去。每一个是大人，每一天限制探望一届，每一组的家属上侪3个人，尽量安排伫公共区域见面。除非是大人无法度行动，才会当入去房间，佮要求专程爱挂喙罨。 其实很突然的，因为其实我们在5月1号的比如早上还接到家属电话说来探访，我们说你只能在门口或是只能出去走走哈，那要限制时间。那突然间这个下午就公布，我想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会让有些机构会措手不及啦。 指挥中心向放松长照的探访限制，进前无收到通知的业者，感觉有淡薄袂赴，但是嘛，因为疫情有够稳定，业者指出，进前禁止看机构的物理治疗师，佮有职能治疗师等等，嘛解除禁令，会当入入到长照机构内底，再多为是大人服务。记者郭灿单昌为台北报道。
国际上要紧，世界卫生大会 WHA 会伫咧这个月举行。台湾即阵是正积极伫咧争取要来参加。白宫新任的发言人麦肯纳尼伫咧记者会讲，台湾伫咧去年底其实就提出警告，讲这武汉肺炎的病毒会人喂人。不过 WHO 刷吉放放动作无快。麦肯纳尼强调，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处理疫情的态度是真不满，而且伊阁讲，世界卫生组织是正可恶。美国白宫新任发言人麦肯内尼初一举行头一场白宫记者会，佮再讲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的不满，严厉批评中国处理疫情无妥当。But I will echo the president's displeasure with China. It's no secret that China mishandled this situation. They slow-walked information on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alongsid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didn't let U.S. investigators in at a very important time. 麦肯内尼也讲到，美国每年捐助4亿到5亿美金予世界卫生组织，甲中国每年提供大约4000万美金比较 ，WHO 明显偏向中国。更加讲到台湾在去年底警示病毒人传人，却是做着忽视，已经加直接批评 WHO 真可恶，应该予美国一个答案。But yet the WHO appears to have a very clear China bias. I mean, you look at this timeline, and it's really damning for the WHO when you consider the fact that on December 31st, you had Taiwanese officials warning about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e WHO did not make that public. 另外，世界卫生大会要在5月中登场。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初一在推特发出6则推文，支持台湾，呼吁甲台湾推进世卫大会。国务院强调，世界抗疫之前需要台湾。美国 WHO 讲是到时间，让台湾的声音互听到。美国国务院也公开质疑北京当局是因为政治因素阻碍台湾参加。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讲，联合国成立宗旨是提供所有声音的论坛，禁止台湾踏入联合国，毋但是冒犯台湾人民，更加侮辱联合国自身的原则。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咱甲镜头转去法国，咱来看一个观光景点圣米歇尔山，伊是电影《魔戒》取景的所在。即阵因为封城的禁令也未解除，对当地去观光食青的居民来讲，日子是量得被过不落去啊！真侪人只会当靠政府所发的临时补助金度3顿。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法国禁止民众伫外口行动，予当年拢有200万游客来佚佗。真出名观光地圣米歇尔山变甲冷冷清清，小岛敢若剩30个人。Comme ça, on se dit même s'il y a un truc qui va pas, on pourrait penser qu'il y a une bombe qui est tombée. Non, c'est pas une bombe, c'est un virus. 圣米歇尔山正正是电影《魔戒》拍片的所在，规座小岛甲海湾，伫1979年，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入去世界遗产，成足侪游客去佚佗。但是伫疫情摊开了，政府的封城令，或者点解是真歹生活。Et donc, je dirais presque que c'était manu militari, puisque à 9h, c'était, voilà, messieurs, vous n'ouvrez pas, terminé. Voilà. C'était extrêmement, on était, nous, même pas une minute. C'était extrêmement brutal, quoi. 有132年历史的布拉德梅尔饭店，因为220个员工暂时是无头路，爱外靠政府所发的补助金来过生活。Voilà, c'est tout à fait ça. Le Mont Saint-Michel se repose. Mais enfin, au niveau économique, on s'aperçoit que c'est quand même un peu triste parce que le monde amène une certaine ambiance, vous voyez ce que je veux dire, parce que c'est très cosmopolite, on entend parler... 因为法国延长经济地处隔离到5月11，到时法国什么时阵会重新开放边界、开放旅游业，无人知影。圣米歇尔山的观光客什么时阵会出现，就更较歹讲咯。记者陈书东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是5月连假的最后一天，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国际头会使讲是热扑扑，温度会超过30度，紫外线会来到危险的层级。提醒乡亲要爱注意，出门的时阵爱加套一领薄薄的衫，唔好去拍到，而且也会记得加啉寡水。咱来看国际头详细的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中部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上低23度，上悬34度；
东部上低23度，上悬35度。伫咧金马平湖上低21度，上悬30度。抑个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囡仔兄、囡仔姊上介意的蠓仔哥哥啦。咱人咧欢喜的时阵吼，拢会真自然就想要唱歌、跳舞。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囡仔唱的歌，囡仔歌。囡仔歌汉语写作囡仔歌。罗马里写作歌印印啊歌哇呱，印第二条啊第二条呱第一条。囡仔人天真搁活骨，对青春的世界真好闲，啥物物件拢想要了解，就会创作真侪自由、声韵活跳、搁趣味的歌谣。这款歌谣拢是囡仔家己创作。伫因的世界咧流传呢，真正是讲的、唱的拢好听。亲像囡仔咧算放假的时，就会哪算哪念。一放假，二放鸭，三分开，四烧塔，五打兴，六拍手，七围墙，八蒙片，九口耳，十口气。有一款囡仔歌内底，一个讲一个故事，像咧搬戏共款，有剧情，亲像。西北风直直落，一人伊要带某。这条西北河，甲咱人譬如做各种动物，大家甲这只鱼斗相共，完成伊的婚礼，亲像咱台湾人真善良，愿意甲人斗相共的精神。搁有。点马甲，点着脚，叫阿爸坐伫脚，伫脚裤啊滚烂烂，摇开囡仔流水烂。这条点马甲嘛是咧讲一个囡仔去互点马甲黏着脚，煞因为看到阿爸爬转来伫脚，怎啊袂记哩疼？有一句俗语讲，囡仔人有耳无喙，意思就是讲囡仔人莫黑白问大人的代志。准做有听到，嘛袂使黑白传。溜囡仔歌，活骨，好闲，放假鸭。囡仔人有耳无喙。头拄仔甲大家介绍真侪囡仔歌，各位囡仔兄、囡仔姊会使学起来，唱互厝里的人听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收看咱的节目。